阿姆，阿姆，阿孙，你也伫哩啊？阿伯，阿伯，有我，遐济啦，坐。阿姆，这馒头吼是我家己做的，搁烧烧的。这是冷的，会使吹。食看卖，食看卖。来啦，阿伯，这个，来。我等你再食。这正讲山东馒头呢。好，我来泡茶。多谢你呢。我来调好了。袂啦你开讲，应该啦。我搁咧想讲吼，水电啊，若是做下落去，要来卖这馒头甲包啊。恁着人爸遐吼，莫互伊伤为难啦。即马因也是会感谢含阮来往的人。阿伯，是我家己要来啦。大家拢是好朋友，阮本来就应该来啊。我甲文钦比亲兄弟搁较亲啊！后来看你有啥毋对？迄天我若是较动，搁较安那就莫互伊转来，就袂叫毋掠去啊！是嘞，拢是我毋对，还袂很歹势，歹势。你莫安尼讲啊！即阵代志哦，无人应该去用掠伊啦，也无做毋着啥物代志。